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七少睇真啲嘅時間啦。大家好耐冇聽到我嘅聲音噶啦，有冇掛住我啊？有啲朋友咧都催緊我噶啦，催促我咧快啲出片，已經2個月啦。呢一排咧確實好忙，好多私人嘢去做，所以多謝你哋仍然都支持我同阿豬豬噶。啱啱收到突發消息，朝日新聞報告，南海海槽地震要疏散67萬人，並且發出緊急嘅疏散警告，呼籲受影響嘅城市就呢件特大嘅災害要做好心理準備，包括發生地震時需要緊急具體區域以及對受影響嘅民眾作出評估。3月7號朝日新聞講南海海槽發生特大地震，可能會引起巨大嘅海嘯。從關東到九州嘅太平洋海線咧都會受到波及嘅。日本氣象廳認為咧近嚟咧嗰啲地震活躍咧，可能係預警到南海海槽將有特大地震嘅預兆嘅。根據日本嘅內閣辦公室講咧，如果喺該部門認為有極大可能發生規模嘅特大地震咧，將要求139個潛在受影響嘅城市嘅居民提前1週撤離到洪水受災區域以外嘅朋友家中或者係庇護中心。據報道咧內閣辦公室咧喺2月進行一個調查咧，訪問咗咧最有機會受南海海槽地震及海嘯影響嘅地區咧，其中包括嚟自千葉縣到鹿兒島縣等14個縣咧，一共139個城市。內閣辦公室表示咧，暫時咧對潛在受影響嘅人數咧冇具體嘅數字。一位官員講喺聽取各村意見嘅同時咧，我哋都要了解下整個國家嘅情況嘅。朝日新聞整理咗70個市鎮嘅回應，估計咧需要撤離人總數係667860人，而暫時可以喺撤離中心嘅容量係422676人。如果咁睇嗰個數字咧，影響都好大喎，災民都係好多㗎。據日本氣象廳報導2025年嘅3月9號凌晨嘅2點57分，奄美大島北東涌係4.1級，奄美大島近海就5.8級。仲有三重縣南東涌5.7級，同埋咧岩手縣涌就4.3級，福島縣涌就3.8級，仲有大阪府南郡就2.4級，沖繩本島近海係3.1級㗎。希望今次咧南海海槽地震咧唔好影響日本咁大啦，同埋咧佢哋嘅民眾咧平平安安，財產咧唔好有咁大嘅損失㗎。好多謝各位朋友聽到最後，你哋嘅讚好留言，我哋先有動力製作嘅。記得訂閱本頻道右下角嘅鐘仔，訂閱係完全唔收任何費用嘅。分享埋你哋嘅朋友仔，多謝支持，下條片見。